大規模嘅退房潮，可能附帶就冇乜錢，最多真係9張車票嘅就翻鄉下咯。即係有唔少人已經翻咗鄉下，翻到屋企。係啊，你係可以睇到大家對一種躺平嘅思想其實係相當之嚴重嘅。躺平，即係佢哋係真係諗住我唔翻工，仲要係用年為單位嚟唔翻工嘅，好高興自己可以好幾年唔翻工嘅嗰種心態。第一個評論係我2年冇翻工，下邊嗰個係講我5年冇翻工。退租率好高。係啊，佢唔工作，咁佢肯定需要租你間屋㗎嘛。佢寧願退租，又講嗰啲咩拖你2-3個月房租，水電費仲要唔交，話走就走。即係有啲咧仲要嘈交，嘈到要報警嘅。啲細路女佢就唔係好識計數咧，佢會硬係覺得佢最後尾1個月係唔需要交水電費都可以講得出嚟嘅，又唔交租，水電費又唔交，其實咁樣計一計拖埋買咗成3個月房租加1個月水電費就冇咗㗎啦，搞到呢度全部都邋遢晒，仲要好似舊嘢好似燒爛咗嗰種，即係啲積已經結晒痂，佢都唔會掉垃圾嘅。我唔係好明啲後生仔咁誇張，即係啲個人衞生點都要計較下吧。咁如果遇到啲租客佢即係拖租啦，咁點樣處理咧？只有自己自己啃啊！咁啃肯定係啃㗎啦，只不過係你睇你蝕幾多嘅問題，即係你要收押金㗎。押金淨係押1個月嘅啫嘛。咁你如果有啲經濟困難或者工資未到帳，咁拖欠咁幾日，咁嗰啲肯定可以接受㗎。但係佢哋以為嘅可以拖欠係嗰種1-2個月都可以唔交嘅嗰種拖欠，而且越年輕咧越嚴重。我唔係好明係近排嘅，即係可能呢一代嘅教育入邊對佢金融方面嘅教育係咪實在過低咧？係佢真係會經常出現拖房租，好多特別即係冇會及時嘅咩？有冇？有，但係及時率大概只有1半，即係經常會出現前面嗰2-3條友都仲未俾錢我，跟住後邊嗰條友已經開始拖租啦。即係一拖就拖3個，跟住我前邊仲要努力去解決佢，因為而家嘅嗰個低峰期實在太嚴重啦。即係而家係低峰期，好長。其實我自己都喺度適應緊，即係比如話而家係已經6月份就開始啲收益係越來越少㗎啦嘛，係嘛？而且佢一直收益係低到我已經計過㗎，明年嘅過年係27號，即係大概好有可能從6月份到明年嘅2月份，你嘅收入都係偏低嘅，特別係1、2月份非常之低。